講來到東部花蓮這邊，人上界煩惱的就是崩山湖的狀況。萬里溪崩山湖水位即陣是1078公尺，離滿墘也有8公尺，水量是已經超過7.5，目前當地繼續維持紅色的警報。八位颱風正在侵襲台灣東部地區，出現局部9到11級陣風，氣象署也發布巨浪告警，包含記者所在的花蓮豐濱一帶海面已經出現4到7公尺以上浪高。海邊更起大影，海岸攏是水流茶，包圍風台接近台灣。東部的海象無好，靠海食飯的在地居民煩惱影響大，特別提早10天就停工了。全部我們的漁船通通釣上去的也有啊，固定啊。今天浪很大，那個浪柱都沒有幾米高啊，平常不會這樣啊。現在我們就靠海生活的，有沒有？像我們去海邊撿東西有沒有？要差不多1個禮拜才能出去。除了沿海風勢愈來愈強，外界關心維持紅色警戒萬里溪崩山湖溢流風險。目前林波署觀測水位懸1078.48公尺，離壩頂差不多8公尺懸，投水量已經75.5%，而且依然在慢慢增加。那昨天大概是14.76萬噸，今天那個風雨最大是從中午一直到傍晚這個時間下雨，大概才能知道我們的那個淹塞湖的進水量它有沒有可能會溢流。萬里溪崩山湖下邊也做好準備，包含新營里的林田山、林業文化園區，無論是不是保全好，全部淨空徹底。花蓮的林田山相隔一條馬路就是萬里溪的中下游，目前在比較靠近民宅的這一側已經擺上導流擋水板引流，而在西邊的另外一側則是擺上石塊做防洪加固。附近的萬景車站是攏無人，就連通行出入口攏無拍開。另外一邊花蓮火車站也同款人哩哩當當，東部幹線提中到12點進前攏停駛。然後12點以後北回線還是停駛，可是花東線花蓮台東區間車有正常開始。陸客按等到下晡開放花蓮到台東之間的非對號列車。另外，萬里溪崩山湖是不是可能在風台過後解除紅色警報？林波署表示，若崩山湖在12或者是24點鐘內未溢流，無排除解除紅色警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